条公牛，你话你要做啥？是安那有海较厉害哟？哎，哥是，哥你哪遐紧啊？哎，你啊，为什么你会较短？哎，你穿穿哪个早起？哎，等嘞，你看，无啦，你要为迄边拍。阮下课的时阵经过遮，就有看到，因为伊足烦的，伊足烦的，为啥？逐个带伊出来，伊拢一定爱买物件，而且开的拢是我的。有时阵是伫咧厝内看手机啊，无想要出门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